家好，馬飛又飛了。有啲中意足球嘅香港朋友去到泰國旅行嘅時候，都中意行下泰國嘅波衫鋪買下波衫。所以馬飛想做一個新嘅 series， 就係介紹曼谷市入邊買波衫嘅地方。第一集我首先會介紹旅遊熱點入邊嗰啲波衫或者體育用品店。但係講聲唔好意思先，因為大部分影店入邊狀況嗰啲片呢，都係2025年12月時候拍攝嘅。所以你哋而家去到見到賣緊嘅產品呢，可能同片入邊見到嗰啲有啲唔同，請大家見諒。而呢條片當中嗰啲鋪頭出現嘅次序呢，就係我推薦嘅順序，鋪頭嘅地址都會擺喺資訊欄俾大家參考。第一位我最推薦嘅波衫鋪就係位於 Siam Square 嘅 RE Football 啊！呢間波衫鋪嘅位置非常之方便，喺 BTS Siam 站附近，即係喺 Paragon 同埋 Siam Centre 對面啊，樓高3層，有各式嘅足球產品啊！入到去直情係有啲似日本嗰個足球鋪啊，卡模咁樣啊！地下嗰層可能因為 Adidas 俾得多錢啦，主要就係買 Adidas 嘅波衫啦，同埋 Adidas 嘅波 boot。可以見到有國家隊同埋呢個球會嘅球衣都係非常之齊備嘅。至於上面呢，就仲有2層嘅，所以各位男士們記住預留足夠嘅時間去參觀啊！而且最重要嘅係適當安排你另一半嘅行程活動。如果唔係嘅話，大家後果自負啦。上到去1樓嗰度睇下，就係呢個 Nike 嘅天地啊！咁就都係有 Nike 嘅波衫啦，同埋 Nike 嘅波 boot。不過貨品就好似比較少啊。喺泰國呢度就反而揾到香港之前已經賣晒嗰個復刻版嗰隻國家隊球衣啊。最緊要係有我偶像亞洲足球之光朴山廢朴智星嗰件波衫啊！揾到呢件嘢真係非常之開心啊！最高嗰一層2樓就係飄馬嘅專櫃，都係賣一啲波衫同波 boot 嘅。但係呢一層最重要嘅就係呢一個泰國嘅波衫啦，相信大家都係為呢樣嘢而嚟嘅。2樓除咗有泰國聯賽波衫之外，仲有少量其他牌子嘅外國球會嘅波衫啊，不過呢唔係重點啦。哦，呢件啊，聽我把聲就知道揾到想揾嘅波衫啦，就係呢件 Adidas 曼谷聯嘅波衫。本來都想買一件曼谷聯啊，但係最後抵擋誘惑啊！因為覺得呢件 Adidas 似組隊波衫多啲啊，冇乜設計。呢件係亞冠版啊，呢件上面嗰件上面嗰件亞冠版。呢度最齊啦，如果唔去波衫街嘅話。唔單止呢個貨品齊全啊，而且呢間球衣店頭先都講啦，地點非常之方便啊。你睇下2排全部都係泰國波衫。唔同泰國球隊嘅波衫都喺呢度揾到啊！如果大家時間有限又想就腳，呢度應該會揾到你想要嘅嘢，非常推薦呢一度，俾5粒星。排名第2位嘅就係 RE Football 喺 One Bangkok 入邊嘅分店。呢個我第一次嚟到呢個商場啊，我都幾中意呢個商場，因為人流比旺區嗰啲商場呢就比較少嘅。而呢個商場入邊都有各種嘅商店啦，同埋餐廳。例如旁邊就已經有間 RE Running 啦，應該可以滿足到唔同團友嘅行街啦或者食嘢嘅需求。交通方面呢，佢就唔係喺 BTS 沿線嘅，要搭 MRT 地鐵去到 Lumpini 站嗰度。事不宜遲啦，睇下店入邊嘅環境，睇門口都知道比剛剛嘅 Siam Square 店寬敞好多。門口就主要擺咗細路仔嘅衫啦，同埋波鞋。咁就唔係太啱我啊，但係都影俾各位24孝父母睇下啦。兒童服裝嘅側邊呢，已經係重頭戲泰國波衫嘅專區啦。泰國國家隊就擺咗喺近門口最當眼嘅位置。至於其餘幾排呢，就掛滿咗唔同嘅泰國本地球會嘅波衫啊，即係全部都係泰國波衫嚟㗎。跟住就有 Nike 同埋 Adidas 2大贊助商贊助嘅球衣，定價都比外國球衣平。本來都想執翻件嘅，但係睇睇下都係似組隊波衫多啲，所以就冇買到啦。反而 Mizuno 同埋泰國本地品牌嗰啲波衫呢，就比較設計啊，有啲花里花碌咁。泰國勁旅武里男聯聯賽版啊，同埋亞冠版呢度都係齊全嘅。
印埋字添啊，仲可以幫你。仲有其他泰國本地球隊，有啲識有啲唔識，因為都係靠英文嗰個拼音嚟變翻中文嘅譯音。感覺呢，比 Siam Square 嘅分店種類多好多。泰國波衫區側邊就勁啦，仲有一個仿真草嘅足球場啊！當日個仿真足球場入邊就搞緊啲展銷活動啦，賣緊啲細路嘅波鞋。唔知道平日呢度係咪俾啲顧客或者俾啲僆仔喺呢度踢波嘅呢？仲有呢啲冇 iPad 嘅觀眾席啊，唔講要喺康文署嗰啲石地足球場啊！但有個仿真草令到成間鋪頭都好似鋪好多咁啊！繼續深入呢間波衫鋪啦，前面就有一啲小品牌嘅一啲外國波衫啦 ，Mizuno 啊、Umbro 咁。之後就係呢個 Nike 嘅專區啦，又係有唔同嘅波衫啦。例如呢啲咁有 fashion sense 嘅波衫，我真係獨撚個 carry 唔到啦。跟住就係各大外國球會嗰啲波衫啦。首先就係呢個車仔啦，熱刺啊。行過幾步就係西班牙嘅巴塞啦、巴黎聖日耳門啦、馬體會啦，好特別啊！連英冠嘅伯明翰都有啊，唔知點解。之後就係呢個 Ari 啊，佢哋自家品牌嗰啲產品啊。如果大家想要一啲比較泰式設計運動服裝嘅話，都可以考慮買呢個品牌啊。佢啲品質都唔錯嘅。我親戚嗰日就買咗2件 Polo shirt。最入邊呢，就係呢一個波砵區，有各個品牌嘅波砵嘅，平版、貴版乜都有，但價錢普遍比香港貴。至於6月同12月就係泰國嘅減價季節啦，大家如果想買特價貨嘅話呢，呢2個月嚟啱啦。仲有 Mizuno Made in Japan 嘅貨品啦，靠窗嘅就有飄馬專區，由佢哋贊助嗰啲球會嘅波衫啦。多蒙特啊、曼城啊都有嘅，仲有 AC 米蘭啊，前啲啊仲有呢個葡萄牙國家隊。向返門口嗰邊行呢，就係 Adidas 嘅專區啊，都係一辣嘅各大外國球會嘅波衫啦，皇馬、拜仁、阿仙奴、曼聯、利物浦。之後就係國家隊波衫啦。當時10月去嘅時候應該買多幾件先啊，而家好多球衣都斷晒碼，特別係日本嗰件作客。咁行咗一圈又係評分時間啦。One Bangkok 嘅位置係相對唔方便啦，唔係遊客旺區，但係啲貨呢反而又比較齊全啲，間鋪又好行。所以呢，我今次係會俾4.5分呢個 Ari Football One Bangkok 嘅分店。其實仲有3間喺曼谷旅遊熱點嘅波衫體育用品店想介紹俾大家㗎，但係因為好似條片太長啦，所以就下一集再介紹啦。Ari Football 嘅地址都會放喺描述欄嗰度。另外，我想幫呢個泰國波衫系列改個有趣嘅名啊！太好波，太好買，有趣觀眾俾啲 idea 啊！最後中意呢條影片嘅話，請俾個讚同埋 share 俾你中意足球嘅朋友睇啊！最重要係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睇我哋下一集嘅影片啊嘛，好啊！片尾呢度就係12月嘅時候啊 ，Siam Centre 旁邊一啲 Adidas 嘅展覽啊，要嚟做一個收尾啦。下次見啦，馬飛好快又再飛啦，拜拜。